今次同大家暢遊湖北恩施大峽谷，跟住再去探索位於大峽谷底部嘅雲龍地縫，之後再揸車上響海拔大約2000米之上嘅大草原。精彩嘅內容你唔好行開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今次去到響湖北恩施嘅大峽谷。大家好，我係多士貓。今次同大家去暢遊國家5A 級嘅景區恩施大峽谷。呢個5A 級嘅景區係唔可以揸車入去嘅，你可以將車停喺景區外嘅停車場，之後乘搭免費嘅接駁車去到遊客中心購票，而門票詳細嘅價格就喺熒幕嘅左手邊。今次我哋買咗全票，而全票包括2個大景點，分別就係大峽谷上邊嘅七星寨景區，同埋大峽谷底部嘅雲龍地縫票價，再包括埋入景區裏邊嘅地面纜車費用，同埋上七星寨索道纜車嘅費用。好啦，依家嚟到地面纜車嘅站台等車，等架纜車到，我哋就可以上車出發。纜車到站，佢會開咗對面門，等啲乘客離開咗纜車，跟住先至會再開我哋呢邊嘅車門。呢個安排非常之唔錯，可以減低混亂嘅情況，同埋提高效率。車廂裏邊嘅空間都唔細，揾個位坐低就開車出發啦。呢架纜車嘅車窗都好大個，沿途都可以欣賞下山區嘅景色。好啦，哇，咁快就到站啦！我哋落車之後就跟指示牌行去搭上山嘅索道。響呢度同大家介紹下大峽谷景區嘅概況。呢個景區係清江大峽谷嘅一段，全長有108千米，總面積有300多平方千米，於2010年先至對外開放。係屬於國家5A 級嘅旅遊景區同埋國家地質公園，又被稱為喀斯特地貌天然博物館。好啦，嚟到上七星寨索道纜車嘅入口，我哋就準備坐纜車上山啦。呢個大峽谷嘅景區係世界上唯一有地縫、天坑、岩柱群集於一體嘅旅遊景區。而喺大峽谷上邊嘅七星寨景區，主要有小門樓、七星石林、一線天、回音谷同埋網紅景點一柱香。而雲龍地縫嘅景區就位於遊客中心嘅西面方向，面積約11.3平方千米。響地面纜車嘅出口步行就可以到達。主要嘅景點有地縫、瀑布、深潭同埋溶洞等等。雲龍地縫全長約3600米，平均深度75米，兩邊嘅峭壁非常之陡峭。響地縫裏邊仲可以睇到飛瀑狂瀉嘅景象。坐索道纜車上到山頂之後，要遊覽各景點，主要都係步行為主。如果係老人家或者係體力較差嘅遊客，可以選擇人力轎夫嘅服務。我眼見好多老人家一般唔急，慢慢行都可以應付到呢個景區。呢條絕壁長廊好似掛張1700米高空嘅懸空棧道，響上邊步行，雙腳好似有啲發軟，但係眼望寬闊嘅景色就非常之壯觀。
呢棵迎客松有啲似黃山嘅迎客松，係呢個峽谷入邊標誌性嘅景觀。好啦，嚟到呢個位置，見到有空中滑索嘅設施，難得咁遠嚟到，梗係要玩一次啦！試下坐滑索穿越呢個大峽谷嘅感覺。呢個場地嘅滑索設施一共有6條索道，可以一次過6個遊客一齊玩。呢個滑索嘅速度唔算快，可以俾你欣賞峽谷兩岸嘅風景，非常之唔錯。雖然係額外付費嘅項目，但係以50蚊一次嚟講，都非常之值得。好啦，嚟到一柱香呢個位置，梗係要幫自己影張相，打張卡先。一柱香全高有150米，但係底層嘅闊度僅僅得4米，屹立千年都不倒，堪稱為奇石。前邊呢個廣場就係一柱香拍照嘅觀景台，行到嚟啱啱見到有位大叔喺度耍功夫，驟眼睇都有幾道板斧。好啦，七星寨大部分嘅景區都參觀完，我哋可以乘搭落山嘅交通工具，電動扶手電梯落山啦。而呢個扶手電梯係額外收費嘅，票價成人每位30蚊。呢條唔係普通嘅扶手電梯，佢係全亞洲最長嘅戶外扶手電梯，全長有688米，係由9段之字形嘅扶手電梯組成，可以幫你慳翻2300多級嘅樓梯體力消耗。好啦，搭完最長嘅扶手電梯，跟住就坐接駁車去乘搭地面纜車啦。我哋要坐返呢架地面纜車先至可以離開景區。依家都差唔多係晚上嘅6點鐘，我哋會安排明天先至去大峽谷另外一個景點雲龍地鳳。依家會響景區附近揾間酒店住一晚先。呢間酒店離大峽谷比較近，而且係2025年先開業，房間嘅設施較為乾淨同埋整潔。而呢間房嘅價錢一晚大約300蚊，仲包埋早餐。好啦，響酒店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就過對面嘅餐廳食個晚飯先。到咗第二日嘅早上，我哋再出發前往大峽谷嘅雲龍地鳳。我哋購買大峽谷嘅全票，有效期係2日嘅，即係響2日內可以無限次進入呢個景區。剛剛進入景區就見到有條大瀑布。呢個景區響峭壁上都係架設咗好多棧道嘅設施，方便遊客去暢遊景區內唔同嘅景點。雲龍地鳳顧名思義，就好似響大地上裂開一條好長嘅裂縫。響地鳳中，我哋沿住彎彎曲曲嘅棧道向前行，會見到溪水潺潺，
而且流水碧綠，清澈見底。有時又會響山崖兩邊嘅峭壁見到各種形態奇特嘅瀑布。響地縫棧道上面步行，時不時會聽到瀑布同埋流水嘅聲音。聽到呢種聲音，令人感覺好舒服，而且有種解壓嘅作用。前邊呢個瀑布非常之靚，應該係我哋今日見到瀑布入邊最澎湃壯觀嘅一個，真係要讚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創造出嚟嘅美景。好啦，行完雲龍地縫嘅底部，我哋就需要上返地面啦。大家可以選擇大約步行999級樓梯上地面，又或者選擇購票乘坐垂直電梯直上地面，而乘搭電梯嘅費用每位成人30蚊，唔使1分鐘就上到地面。好啦，上午遊覽完大峽谷嘅雲龍地縫，下午我哋就會去一個好似新疆嘅大草原，嗰個就係森林秘境泡爾山。大家可以響手機嘅地圖導航，由大峽谷出發去到泡爾山，應該唔使1個小時。而響途中我哋見到呢個美景，我哋就停低車拍照一番。好啦，拍完照，我哋就繼續揸車前往泡爾山啦。我哋響泡爾山附近停低車，跟住步行大約20分鐘，就可以去到大草原。呢個大草原平均海拔有1900多米高，響天然嘅大草原上邊，周圍都長滿咗筆直嘅松樹，響陽光嘅照耀之下，整個山頭都呈現咗金黃色，真係好靚。
響呢片綠色廣闊嘅草原裏邊，除咗空氣清新，好似天然嘅氧吧之外，好多時仲會見到有牛同馬，仿佛好似到咗新疆嘅大草原。呢位馬大哥，你唔係食草嘅咩？我哋啲嘢唔啱你食㗎。好啦，離開呢個大草原，我哋就準備揸車返去恩施市。返到恩施市，差唔多晚上嘅7點鐘。響恩施市土家族嘅博物館對出嘅廣場，每晚都有免費嘅歌舞表演。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土家埋首舞。此時此刻，大家還可以和身着民族盛裝的阿哥哥們一起合影留念。呢個廣場都非常之大，睇完表演，附近仲有好多唔同形式嘅遊戲攤位，啱晒一家大細。來，下完非遺來這邊走過來。喺廣場嘅附近仲有小食街同埋夜市，反正我哋都未食晚飯，咁就行下夜市睇下有咩啱食先。好的，好的。我这个辣还是不辣的？不辣的，可以。申请赏收款33元。申请赏收款3元。
起码都是2个至少，我就卖这个做2个，我这2个不卖，我的话我不没花钱就卖它了。我多放点葱啊。哎呀哈。这儿还。你不要嘛？这个可以尝一下，能吃到吗？是一般吃的辣一点的，就中辣一点的。我吃的，我从小吃这个长大的。贵州的。你看嘛，看好了拿一碗，我就那个碗小菜。好啦，鍾意呢條片嘅請你幫忙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睇。喺度呼籲下，未訂閱嘅朋友請你幫忙訂閱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見。